耳伯，耳伯，那个放下来一点。了解大家平安，心情真好吼，因为天气嘛真好，搁要来上帝面前吼。咱即摆疫情可能还阁悬，但是有较加一丝啊啦吼。但是咱嘛毋通大意吼，咱嘛是要继续保持距离吼。咱喙也嘛是要挂吼。今仔日咱真欢喜吼，基甸话的兄弟吼，伊要来咱教会做10分钟的事工报告甲见证啦吼。咱也真欢迎伊，愿上帝赐福因啦吼。基甸话，咱教会拢真侪拢知影吼，就是拢咧送圣经，互学校的囡仔吼。无就是即边内底演讲也是大门口吼，病院、警察拢送互伊嘛吼。咱教会嘛几个兄弟啦吼，咱的
二楼就是放圣基甸会圣经，互因放吼，安尼吼咧较方便吼。好，咱要礼拜进前，咱三个来祈祷。主笔里面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听，一礼拜过受你的恩赐甲保守，互阮通平安。清早，阮来到你的面前要朝见你，求你的圣神即时临在伫阮中间，也伫讲台顶面，求你对顶面祝福伫阮的牧师，甲基甸会兄弟因所要随便讲出的话，都会咱理解伫阮，帮助阮，阮灵命得到进步。啊，阮每一个人，无共款的服侍，拢得到你的感纳，求你赐阮祝福伫阮今仔礼拜，感纳阮的礼拜。祈祷感谢，可会说祈祷圣名，阿免。兄弟大家平安。天气有较热啦吼，疫情嘛还佫悬悬，所以有个人伫山顶无要紧。咱心内因为咱拢有主，所以咱心内拢有平安吼。主拢逐工甲咱活，甲咱相甲同行吼。所以咱即摆咱来迄个主会前的练习，请咱先开502首吼，这是乐诗。因为咱已经唱过2礼拜，应该是嘛真熟啦吼，无要紧，咱搁来唱圣诗。咱的诗歌就是哪唱哪唱吼。咱来甲对头唱到尾一遍吼，来试看卖哦。出江水行到大浪，爱人甲伊手来牵，爸母催促好梦中，家己我可心平安。第2节，信用道路海来转，爸母追因好无还，凭家地现地爱断，家主家路免操烦。第3节，管他先见上基督，我命真多真多，时刻少了主稳定，秘籍甲主三个人，好时对主少练习，信用头脑无偏离，参加归主打脚步，欢喜福西行天路。通常咱的诗歌吼，拢有经节，拢甲有真3000唱的所在。咱来看恁看遐无？有遐有迄个提摩太，吼，这是提摩太前书啦吼。毋过伊内底的经文甲即首歌的写是无啥共款吼。但是咱拢知影提摩太是保罗所写的诗吼，即个经文吼，提摩太吼，咱拢知影，伊伫细汉的时阵吼，伊是受伊的外妈吼，迄个罗伊的影响吼，甲妈妈，互伊的伫细汉就受伊的影响真大吼。咱嘛知影提摩太是保罗的所提拔的学生，嘛伊的同工，伊嘛爸囝的关系真好的关系吼。所以伫第3破表遮吼，歹势吼，因为迄个荧幕无法度对我这伫正式的第3破表遮讲，今日我可心平安，行主正路免操烦。咱做爸母的人，咱拢知影，咱将咱的囝儿带到上帝面头前的时，咱拢足放心的吼。有阵时我拢会感觉讲，都互上帝教，
吼，有阵时咱感觉讲，互上帝教上介好，比咱教搁较好安尼吼。啊，所以我感觉讲，这首歌规个迄诗歌，就是你嘛，就讲叫咱讲爱咱的细囝吼，咱爱家将信仰爱传互咱的细囝。对细汉的时阵，咱就爱将迄个信仰，互因起调伫伊的迄个心内吼。好，咱搁来唱第1节甲第2节啦吼。主将世界交代咱，爱咱甲伊就来看，父母做主好帮助，家己我可心平安。第2节，信仰道路爱来转。罪因何无还？凭借着的带团，家主正路变造反。愿咱会信，吼，会当拿落安尼遮尔刻薄咱的主吼，拿落刻薄溪水吼，所以咱即马来过来练咱的210首210吼，那落地直直走，吼，咱的心嘛共款，咱的骹步敢若像落共款吼。咱来唱1节第2节就好，因为这足熟的诗吼。来，大落地直直走。期待啉溪水，我心偏无爱过，上帝所带迄位，我的心期待，希望真我上帝爱点伊面前桥，这是为到迄地。好，佮请咱献开610首。耶稣是愿心所欢喜，咱嘛唱第1节、第2节就好。好，来，耶稣是我心所欢喜，你使我命告诉更变，点起世界心为欢喜，愿我靠你心为安定，你的真理永远无变，是你的路得着拯救，千里的路自由稳定，耶稣与我愿无所求，耶稣与我愿无所求。好，咱安静咱的心来做礼拜。
就因感谢你伊的门，用学老立伊的院，就感谢伊学老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只是咱做伙来吟信诗502首，主将细囝交代咱。主将细囝交代咱，爱咱甲因手来牵，父母做主好帮站，囝儿我靠心平安。信诗502首，请起立。主将细囝交代咱，爱咱甲因手来牵，父母做主好帮助，囝儿我靠心平安。信用道路出门父母做因好无烦，平吉地行的带团，行主正路免操烦，阮他圣经上基督。我命真道人真恶，时刻少量准地，美丽甲主三家咧，哈是地主少年时，信用高老无骗你。全家归主当脚步，欢喜好驶行天路。请坐，咱做伙来读使徒圣经，伫咧周报第7面嘛。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道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死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就天。咱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兵，伊要对遐国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免。咱做伙来启应。伫咧信息后壁面启应文31篇，启应文31篇，诗篇127、128篇，咱做伙来启应。厝体若毋是上主建，厝体若毋是上主建造。城若毋是上主固守，恁早早起来，晚晚才困。上主所疼的人，囝儿是上主所赐的产业。少年的时所生的囝儿。种地爸爸的人真有福气。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
你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你的某伫厝内亲像结果子的葡萄树。敬畏上主的人一定遮尔幸福。愿上主对西安赐福予你。愿你会看到囝囝孙孙。咱搁来吟诗，圣诗210首。若路得直直走，若路得直直走，喙焦爱啉溪水，我心幸无爱到，上帝所带迄位。圣诗210首，请起立。若路得直直走，喙焦爱啉溪水，我心幸无爱到，上最所带迄位，我的心心喙焦，幸无尽我上帝，爱踮你面前徛，写书的到彼地，对着脚头地问，上帝倒位，我心艰苦袂顺，因为到主离开，写书是一不安，心心着望主名，伊名我爱传，我要学路感谢。美丽之主上帝，要用灵主赞我，你是予我唱歌，学路感谢无煞。请坐，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你是充满恩典慈爱、信实的上帝。感谢你一直赏赐教业的恩典，伫阮的生命中，互阮虽然拄着逐项的困难甲挑战，犹原经历你同在的平安。台湾过去几个月经历疫情的爆发，互所有人拢受到真大的影响。感谢主的保守看顾，台湾疫情无直到失去控制。伫民众的努力甲配合，疫情已经开始慢慢降落来。但是最近国际上佫流行新型有变化的病毒，恳求主继续施恩怜悯阮。互全世界会当早日行出疫情的影响，恢复正常的生活。阮也为着身体欠安甲确诊的兄弟祈祷，恳求主看顾医治，也加添力量互因甲因的家庭。主啊，求你赐予阮智慧，互阮会当日日用你的话语来更新家己。阮要谦卑承认阮会做，有时阮坚持家己的思想甲习惯，无遵趁主的旨意。
求你赦免阮，带领阮找求你的话语，领受圣神进入咱的心，过甲主同在的性命。阮要为着基甸会来祈祷，求主带领因传福音的事工，互搁较侪人接触到主的话语，改变搁较侪人的性命。教会7月份嘛有主日学，要到乌来举行儿童的夏令营，愿上帝看顾因筹备顺利，嘛祝福同工甲学生得到灵命的成长，有活泼较无上帝的心。听阮的主，求你即时圣神甲阮同在，互阮甲恁相拄。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免。咱即时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新约加略太人书第3章23到29节。伫咧新约第215面，加略太人书第3章23节到29节，现着我来读。总是即个信未够的大生，咱受固守伫律法的唯地来听候要显明的信。安尼，律法是做管顾囡仔的，带咱到基督，互咱对信来亲做伊。若是信已经够，就无各项互伫管顾囡仔的，因为恁对信靠耶稣基督。拢做上帝的囝，因为恁既若受洗礼来立伫基督的，是捌称基督，无有犹太，也是希利尼、罗卜，也是自由的，达波人、富利人的分别，因为恁伫耶稣基督耶稣拢是一个。恁若属基督，就做阿伯拉罕的后裔。照应允来做护士。以上，只是献诗，请迦纳团契，因要献圣诗583首，愿主存你圣手。
讲道今仔日科牧师的分享的题目是基督的使命。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主上帝，我感谢你，伫疫情在变化中间，因为阮信靠你的救赎，阮信靠你的引带，互阮会当伫你的稳定中经历每一天的挑战。阮感谢你，互阮当自责，无论阮伫线顶，也是伫礼拜堂内面，愿主你的信心甲阮同在，看顾保护阮，互你的话语成做阮的帮站，带了阮每一个人家己相拄。阮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过去即礼拜，咱厝诶若有细囝的人，咱拢发现有一件代志，就是遮个学生开始爱准备考试了的成绩，要来填遐个志愿。阮兜有一个，所以呢，伊爱为国中升做高中。我想，这对即个学生来讲，是一个经历时刻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讲，因伫即个时间爱做一个选择，开始来决定讲要读倒一间学校，要安怎来过以后的即个高中的生活。伫遮伊选择的中间，会影响到伊未来的方向。也就是讲，伫伊咧选择决定的时刻，伊爱参考伊手中遮所有的资料，伊的考试的成绩，经过分析判断了后，来选出伊要填迄个志愿的迄个顺序。所以伫这个过程中间，我发现真侪名词吼，我舞甲舞煞煞，有会考啦，有面试啦，有最，总是伫遮咧分析的过程中间，因决定了以后，因就咧听候等待迄个结果的公布。其实咱每一个人人生嘛是犹原是安尼，咱伫咱的每一天，咱的每一个时刻，咱拢不断咧做一寡分析，不断咧做判断选择的中间，咱的人生就安尼一点一滴累积出来，咱的生命嘛一步一步建造起来。所以这个过程无法度一时就达到，无法度一时就就天。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因为安尼，咱需要互人引带。对咱出世开始，咱所接受到这个讯息的时阵，每一项拢带着咱的生命往无共款的方向来进前。咱每一个人拢无共款，所以咱会当想一下，有啥物是影响到你生命头前的方向呢？咱的一生，过去到现在，现在到未来，有最的代志，有最决定，有最资料，拢来影响到咱向前的方向。咱也对保罗的批信中间，咱看到保罗对信徒的信仰真注重。伫加拉太书内面，伊对信徒一个解说是：真正的福音是伫基督耶稣的内面，真正的福音就伫基督的内面，毋是伫摩西的律法的内面。保罗用真严格的口气，伫即个批信的中间讲恁遮的信徒对福音无真正的明白以及坚持，直到恁真简单就去相信迄个犹太人所讲的，爱对摩西的律法才法度得救的这种讲法。我想保罗迄阵的心情应该是真艰苦，佮受气，因为保罗伊用伊全人的性命的气力来传福音，伊用伊所尽伊一切力量来建造教会。
嘛咧建造迄个信仰的处事。伊就是要帮助所有信徒用真实的心来跟对基督的脚链，行往上帝的国度。所以保罗伫加拉太书内面，甲遮个信徒讲真正会互人生命改变的原因，毋是迄个掠条着摩西律法，毋是死死咧遵守遮个律法，是爱学习着耶稣基督对世间的每一个人所付出的一个定伫实力的顶面的疼。咱来看，有人就会质疑讲，安尼摩西律法，也是讲律法的目的是甚物呢？咱若对于加拉太书第5章15节开始看，咱会当留啊去看到保罗为什么安尼讲。保罗咧讲的是对摩西律法以及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中间去个比较。是这个比较的大成，摩西是用一个约来说明这个无共款的所在。约就是两个人同意某一项代志了后，用签约、订约的这个概念，用这个概念来讲到摩西律法的这个约的意义。保罗提到，上帝甲亚伯拉罕伊的子孙所立的这个应允，就若是对犹太人的观点来看，这个应允犹太人认为就是上帝甲因所立的约。那呢，犹太人所认捌的这个立约，就是因一直咧坚持的这个割礼。保罗用这个约来解说，咱就当留啊明白了解加拉太人因所拄到的问题。实际上，伫约这件代志顶面，加拉太人因真了解，因为伫因普通生活的中间，拢会去拄到这个立约的状况。所以保罗伊的想法，就是用这个约来说明亚伯拉罕就是伫上帝应允的内面，上帝应允伊有算袂了的子孙，有会当互亚伯拉罕的规个族群的性命会当延续落去。所以咱若咧看亚伯拉罕的时，毋是因为亚伯拉罕伊有甚物款的好的行为，也是亚伯拉罕有甚物款的能力，这一切拢是完全是上帝应允。所以，这个应允是一个恩典。当咱领受到这个恩典的时阵，当咱咧看亚伯拉罕领受这个恩典的时阵，亚伯拉罕会当做的一个回应，就是对上帝有一个坚定的信心伫。亚伯拉罕的信心，咱会当对创世纪内面看到，伊迄个信心是无改变的信心。所以保罗咧讲的这个约，就是对上帝遐来应允，就是咱人爱用信心来回应上帝。所以咱对保罗这个观点咧看的时，伊要甲咱讲这个应允甲律法的这个关系。不过人会软弱，人的心思意念会有偏差。咱人咧面对代志的时阵，有时咱的动机会无正确。若无正确的时，咱就影响到对上帝的信心伫咧。所以保罗伫今仔的经文甲咱讲的是，伊认为这个律法、这个法律，是要互咱得到应允的一个过程尔，毋是唯一的。因为律法毋是咱每一个人生命咧追求迄个上尾的目标。咱生命所追求迄个上尾目标，是咱要达到应允的所在。迄个才是咱要去的。为着要达到这个应允的所在，所有的法律是咧帮助咱去修正迄个偏差。法律是要帮助咱转来到上帝爱咱行迄个正确的道路。毋是这个律法无重要，嘛毋是这个律法毋免存在。
咱需要律法。律法会当帮助咱去明白家己的言行举止，什么伫上帝心意的内面。所以保罗咧甲咱讲的是，律法毋是达到目标本身的一个主体。律法毋是咧帮助咱去看咱内心的一个方式。律法是咧规范咱人外在一切的行为。所以只有等到信仰的内面的时阵，人才会当进入到上帝互咱一个真好的里面，就是自我反省。咱若看这个世界，当全世界咧运作，拢有一个规矩伫的，拢有一寡律法范围咧规定的。所以咱看到这个世界，特别即马国际形势。做事务，咱看到国家甲国家的中间会用国际化来做一个规定。无共款的地区，无共款的国家，嘛有无共款的律法的规定。这些律法拢照着大家族群、因的传统、历史、因的人的形成、因的生活。来制定相关的法律。我伫美国时，我感觉真袂适应的是一项美国要开车交通的问题。咱伫台湾，咱足习惯的，我开车嘛开足久的时间啊。去到美国第一个学习的是迄个 stop sign 停止。迄个停止吼，毋是讲咱如甲迄个巷仔口、路口的时阵无青红灯的时吼，你安尼小看者就过啊。毋是呢，伊规定你要完全停止3秒钟，对咱开车习惯是一个挑战。抑佫有一个真挑战的是，因的红灯会当正弯。咱红灯若无正弯，迄个青灯出现，咱毋敢弯，但是伊会当。所以，对到我伫美国即几年，我互伊训练，甲讲我爱学习者。所以我转来台湾了，我的开车依然照着美国迄个方式，因为互限制习惯啦。所以我定定吼，迄个伫路口的时候，我会停落来，特别吼，咱即条巷啊，我拢会停落来。然后呢，后壁的车就安怎？甲我扒呢？啊，我就足生气的讲，啊，人要过啊！哦，特别是因掠人最大啦吼，人若迄个骹踏落去到车马路的时阵，所有车拢停止，互人先过。所以我定定直接我停的，啊后壁奥多摆，后壁车就甲我扒。也是讲，我去到日本的时阵，我互日本即个环保吼，真正因为做了比咱较好吼。你知影咱咧啉迄个饮料，迄个保特瓶吼，咱拢安怎等落迄个资源回收的嘛？伊毋是哦，挂一个，挂下骹迄个圆裤啊，搁摕起来，搁一个包装顶面的遐包装纸，搁爱拆掉。咱啉的迄个牛奶若纸下摆，搁爱加开舔开。所有一切，其实拢是咧照着迄个地区，照着因的习惯所制定的。所以无论伫倒位，当地的法律，拢是咧规范咱人外在的行为。规范人的外在行为，是要符合着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有帮助的，咧维护这个社会的运作。也毋过咱知，人有欲望、有需要、有软弱的时，所以有的人会去曲解这律法所规定的，也是咱讲有人会去软旁，去要掠迄个法律的中间的迄个旁。人因为安尼，陷落伫罪恶的危机的内面。当国家咧制定这所有的律法的时，你若违反，就要受处罚。也毋过有人
伊会去两旁要得闪即种处罚。咱毋通看到有个人真正得过啊。总是咱徛伫信仰的立场咧看时，咱用信仰的角度咧看，犹原得闪了后，你抑阁是犯罪。你伫上帝面前，犹原会受到审判。所以咱要安怎才会当避免咱坠落伫即个罪恶的内面呢？我咧想，咱拢咧学习的中间，不过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这律法规定、这条文，其实对伊来讲，毋是一个限制，因为伊知影要安怎来面对上帝，因为伊知，伊所想的毋是这律法条文中间所规定、所记载的。伊心内所想的，伊的外在行为所表现的，拢是伫上帝的心意，甲上帝联合做伙。所以，咱看到那一位有信仰的基督徒，伊所做所行，拢是咧回应上帝的听，回应基督救赎的听，因为信，相信基督。就甲耶稣结连做伙，合做一体。保罗伫遮咧反映当时的犹太人甲外邦人，因无交叉，而且是一人徛一边，因中间敢若有一个墙隔伫因的中间。犹太人将外邦人看做是无清气的，坚持无要甲因来往。咱嘛知影，迄个撒玛利亚人甲因有迄个血缘的关系，犹太人犹原无愿意接受因。所以当保罗咧讲，照着信伫基督内面合做一体的时阵，就是咧拍破族群中间的即个关墙。犹太人家己认为真清气，总是都会当挑战。保罗咧挑战的是超越种族、文化、历史的，因为保罗爱咱知的是，生命是伫基督内面所建立的，律法毋是建立生命的一个。基督的来到，互咱信；基督的来到，咱甲伊合一。咱就成做上帝的囝儿。基督的来到，咱受洗，咱受洗了，咱甲基督合一，咱就伫基督的内面，咱每一个人拢有基督的生命。保罗咧甲咱说明的是，用一个献祭的概念，用一个洗礼的概念，咧甲咱讲咱的生命。就是甲基督合做伙啊！那咧，我邀请咱正兄弟，你看你隔壁，看者，你甲讲，你的内面，你伫基督的生命内面，你伫基督的生命内面。犹太人因对洗礼的传统内面，因好白条的啊，所以保罗用受洗。咧结连基督的这个意义伫咧，伫犹太人因的观念内面，一个人若要加入伫犹太人的信仰的团体，因爱做一项代志，就是受割礼，爱献上一个清气的祭物。当因咧洗礼时了后，就表示这个人是完全的清气。所以保罗伫遮要提醒的是，对咱来讲。割礼、洗礼、奉献，那对犹太人，因是真简单知影的。不过，若传到外邦人的地区的时阵，割礼就毋是一个真单纯的问题，因为割礼有掺入去犹太人的传统的宗教的文化的内面。所以保罗甲咱讲，
讲甲礼毋是一个爱遵守的礼仪，但是洗礼真做信徒是加入基督的内面一个真重要的条件。这个条件，甲咱有缘来遵行伫咧。咱洗礼了后，咱就明白，咱伫基督的内面。就因为咱毋是犹太人，所以保罗咧强调的是，伫基督的内面无分种族，无分男性女性，无分你是细汉也是大汉，拢因为耶稣基督，咱每一个人有基督的性命。当咱拢有基督的性命的时阵，咱来确认家己性命的状态。我想咱在座大多数拢已经洗礼啊。我想咱中间嘛有人小离洗礼啊，嘛有人坚信礼啊，嘛有人当咧追求的中间。所以当咱明白心灵洗礼了后，我相信伫你的日常的生活中，应该拢有基督生命迄个香味伫咧。你的身躯顶会发出基督的香味。不过有时咱的生活会受到，我要遵守这个律法的规定，我要照着规定来行。那这个时刻，有可能咱袂记得律法的目的，咱反倒转互这个律法所限制。一个有基督生命的人，应该毋是安尼，因为咱进入甲基督同在的生命时，是一个每一个时刻，互基督所更新的人，以及每一个时刻，互基督所建造的人。那安尼，咱所遵行的，就是基督是上帝的疼。最近有囡仔要升学，所以我较侪了解遮所有会考啦、面试啦，还是优免啦，遮个名词。等遮侪升学的要就学的遮个规定，拄开始听的时阵，感觉足复杂的，会讲啊，这甲我无关系，吼，我毋免去了解。总是当我拄着了后，我爱去了解。不过我了解了后，其实对我本身无影响，也毋过对学生确实真重要，因为这对因的未来，这个规定会当帮助因去完成人生的阶段性的目标，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因的目标会当来完成。那亲像咱开车的人，咱来遵守这个交通的规定。咱亲像上班的人，因爱遵守公司的规定。咱人生无共款的时期，有无共款的规定，其实拢咧帮助咱行往一个方向。所以，咱伫咱每一个人，咱整个的人生的内面，咱的生命应该是怎样呢？伫教会内面，咱常常用洗礼来断定一个人敢有真正相信耶稣基督。不过，我咧反省这项代志，迄个洗礼其实真重要，毋是外表的洗礼，是咱心灵内面的洗礼。这种心灵的洗礼，也就是保罗所强调的心意更新的一个变化，是你的心思意念。互上帝更新了后，互咱每一个人会当因为安尼，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所以，咱的洗礼毋那是外表的洗礼尔，你的心敢有真正愿意互基督入来到你的内面？若无，你若讲无，我是外表的洗礼尔时阵，安尼真容易。这个洗礼，就真做伫一个信仰顶面，毋是真正确的，安尼就真可惜。咱
受洗礼，咱每一个人拢有基督的生命了后，咱会当承受上帝的应允。只有完全相信基督，只有活伫基督的生命内面，咱会当看到保罗所讲的上帝和亚伯拉罕的应允。迄个应允毋是犹太人因家己独有的，即个应允是咱每一个人拢会当领受的。信基督，咱每一个人拢真做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当上帝和亚伯拉罕的祝福应允，也就是讲，要真做大国，要有大的福祝福，要叫人得到福气，等等这所有的一切。咱看到的这所有一切，拢是上帝要因为基督，互咱承接亚伯拉罕的应允伫咧。这个中间，我感觉真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应允是咱会当真做上帝的囝儿。亚伯拉罕的信心有行动，上帝爱伊离开本地、本族、本家。迦南地去的时，其实伊毋知伊要去的迄个所在，当地的风俗民情，伊毋知伫迄个所在的气候环境，伊毋知伫遐敢有一寡政治的纷争伫咧，也是要去到迄个所在，规个社会的治安，以及家己的经济环境，伊伫遐有法度饲牛饲羊。伊有法度做一寡代志无？伫迄个所在，伊的生活、伊的宗教，伊拢毋知。总是伊照着伊的信心，顺服着上帝呼召，往前行。信就真做亚伯拉罕的子孙，一个真重要的传落来的信息。基督伫中间。信基督的，咱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对属灵顶面的祝福，已经应允伫主基督的身躯顶啊。基督，但当咱每一个人受到罪的诅咒，却享受互咱有一个救恩的福气。各位兄弟姊妹，因为信，你的生命落伫基督的内面。因为信，咱甲基督三结连，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阿爸上帝，阮感谢你，你疼阮。总是阮人会因为家己的需要离开你远远，你想出你的独生囝来到阮的中间，伊成做阮的模范。伊展现了上帝你互阮的生命的意义。当阮信，阮毋若甲基督结连做伙，阮家己中间迄个隔离嘛拍破。阮主帮助阮，当阮的反省阮的生命的时，阮注目伫你的身躯顶。阮知律法毋是真做得救的必要的条件。总是律法是咧帮助阮看到罪恶、认罪、悔改的一个过程。求主开阮的目睭，互阮看到家己，看到别人，拢有基督的生命。阮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搁来吟诗，圣诗610首。耶稣是阮心所欢喜，耶稣是阮心所欢喜。你使活命搁使光明，点即世间心袂满意，阮倚靠你心为安宁。
圣诗610首，请起立。耶稣是万心所欢喜，你使我命故事光明，点这世间心袂满意，愿我靠你生活安宁。你的情理永远无变，信你的人得着拯救，信你的人属因稳定，耶稣的我满无所求，耶稣做我命的饼，予阮通食通得勇行，恁的我嘴靠你出名，愿我靠你拢无惊吓。阮的心性有时也细，因为世间常常变迁，因无爱甲你相隔离，求你予阮甲你心耶稣愿你甲阮行去，予阮是叫平安欢喜，最后关系都免到你，将你心光照阮一世。请坐。只是请基电会来做请安报告。感谢上帝的恩典吼特别今仔会当代表基电会来报告吼迄个特别特别来感谢安尼兄弟吼过去伫即个为阮基电会无论是带导啊，甲奉献吼要感谢牧师甲总是今仔安排吼我要来报告吼基电会已经北即个文山地区的基电会已经30档啦吼，要进入30档伫过去30档看见上帝吼通过基电会特别会祝福伫咱教会过去拄开始的时阵呢特别咱的一寡即个长老吼真侪兄弟吼其中我所记得的吼，都无有7对以上吼，是伫一半开走，甲一半较假吼，是伫基电会，是咱教会上届有参与的啦吼。今仔下只基督的所长老，可能是创会前几任的迄个会长吼。伫这中间呢，阮想讲要就30年，当然嘛要请遮的过去的先辈吼，甲阮鼓励甲即个指导吼，或者后进吼会让通继续伫即个事工顶悬继续伫上帝恩典内底，甲教会联合的侍奉吼。
要甲大家特别报告吼，这个目前吼这个基电会目前的状况，阮是差不多这个兄弟有16个，姊妹就14个啦，有咧出4个，平均是差不多8个一半吼。这个目前因为这个学校的人数学生的人数愈来愈少，所以即马大部分去校精上圣经甲较早比起来吼，可能即马去较济校，可能差不多百几本至200本安尼吼。所以在差不多10礼拜吼，拢有咧上圣经，阮差不多每一工透早拢有咧读圣经祈祷安尼吼。这个伫遮吼特别今仔要来见证一个这个25当前有一位这叶淑芬是一个马来西亚的侨生吼，伊来摕着一本圣经，伊是正在校门口来摕着一本圣经。真有可能一半假是按文山的这可能是看是村头长老，还是荣誉长老吼，还是所长老所送的圣经，所结的果子。这个叶素文的迄天摕着圣经，伊就拍开这个圣经这个马太福音6章这个第6章吼45节去读到这个毋免挂路，要食啥物穿啥物迄个时阵伊是真常的挂路，因为礼拜日拢爱伊打工所以伊时常挂路到底伊是毋是爱放落会当来参加这个去敬拜上帝因为伊细汉的时阵捌人带伊去主日学。但是伊真久就当作无到教会，所以伊嘛无信主，嘛无说咧处理，可是一贯道。所以伊伫迄个中间，伊就伫安尼状况来摕着这本圣经，无想到伊开始有咧寻求的心迄年伊就来得到奖学金，就可以10礼拜去拍工，就开始毕业了，就后来参与伫这个社会服侍后来就成做贵格会这个牧师啦吼基电会嘛，伫这个中间这个按即阵是差不多每一台湾赠送一本圣经，就伫甲按兄弟姊妹上过通体奉献的这个兄弟姊妹奉献，甲这一半的钱来奉献伫这个国际的基电会的事工，所以这个乌克兰这个战争。有一半，这个真侪人这个逃难逃难这个中间这个台湾中民国组会有送5万本这个圣经去到乌克兰，互迄个无论伫车顶咧坐这个游览车的，还是坐火车的，都有机会摕到圣经，伫因逃难的时阵有圣经会得到安慰所以这个事奉呢，即摆事奉有什么条件？甲较早有啥条件？较早可能大家印象就是咧经上圣经，但即摆较强调就是有啦经上圣经以外，爱过来做国语的见证，国语的见证，嘛爱教联合事奉，是讲甲教会联合事奉，教遐即不同基联会内底联合事奉，即摆较有强调即个国语来做见证比如讲我经上圣经的时。常常希望问到一个问题即个讲新规有啥无相像？新规有啥无相像？我常常你讲着新规有啥无相像？我目睭无好我这目睭无好，我来讲是毋是拜托你甲这本圣经拍开这个约翰福音这个第1章约翰福音第1章29节我看啦，上帝的羔羊都去世人的罪读了我就讲这个新约圣经呢，就是耶稣基督伊一遍就来演电视电影这个希伯来书第9章讲伊真做按神约的中保啦一遍来为咱死就会使旧约呢，就是这希伯来书讲，这个摩西呢，迄个十殿都爱讲用牛甲羊呢，牛甲羊这个10年献，但是无法度洗成人的心这个旧约所以是安怎有神约，是安怎有旧约所以这个
我若有机会，佫有进步解释，就讲啊，你看安尼中国字吼，啊，上帝我有一个感动，就讲啊，安中国字啊，羊甲我就是义啦，哦，羊来为咱人死，啊，这上帝佫为咱死，啊，定当是决定来洗清咱人的罪，啊，也是这个牛羊为我来牺牲，哦，啊，这义，有一遍吼我在我查某囝，伊这个伊读在这个实践大学的继续研究所的时阵，有时我对啊要出来时，我想象，阮查某囝问者，我就感觉，阮查某囝叫谢美恩，伊伫即仔用阮教会做啊，叫做订婚礼拜伫咱教会。啊，迄个时阵我就问伊讲啊是安怎？即个羊啊，即个水吼米吼，就是顶悬是羊啊下底是大啦。伊甲阮爸爸，这毋是你万恶别拜，这毋是羊啊，这是找囡仔的2个辫子哈。啊，所以我毋是，这个耶稣是最美的中保嘛，最美中保。所以这个姐妹啦，真是尊重丈夫吼，啊是伫丈夫讲就上水的嘛吼。所以我这有时啊这教人啊这个来传福音的时候，清唱圣经的时阵啊，这有一遍我伫国外说啊，伫这个龙兴法院门口啊，咧清唱圣经，啊有一阵这个迄个国中学生咧，我想要清唱圣经，啊想想就坐出着我就出伫我的心中。哦，啊若自大人自大，迄种点出来是啥物字啊？恁试看看啊，一个人啊自大，啊迄种点出来是啥物字？哦，嘿，国中圣经，臭啦，对啦，吼，自大一点等于臭，哦，我上去就圣经就咱啊，这但是按人就来强调是上帝面前哈，啊，所以按这个基甸会圣经有一个好处哈，后壁就是有这个事律哈，这个对人生有最美的计划，最好的计划啊，神爱你哈，安就是拢是做人，吼，啊，通这是啊上帝救法啊。即马是得救的时阵啊！伫这中间，咱就有机会来做见证，来领人归属。有一遍啊，阮太太有一个先拄啊，有来伊后请来阮教会做礼拜，我就讲啊，问伊讲啊，这个罪这个问题吼，你要安怎解决罪的问题？罪反义自己啥货？啊，罪反义自己啦，所以我就用这事就带伊，迄个解释了啊，差不多啊。几分钟我就带伊做决志祈祷吼，啊，所以阮嘛有这个副会长吼，伊拢不要讲印尼语啦，伊就送一本圣经互伊的，这个印尼的应用，因教会的，啊，结果迄个月了，迄应用就决志要来洗礼吼，啊，所以啊，阮若伫这个中间啊，有机会去到外岛啊，像这个马祖啊，伫遐来经上圣经吼，啊，迄个时阵啊，有注意啊，这个啊。倒边迄就是阮太太啊咧甲一个解释啊，佫有一个是伫即个机场，我咧叫一个教导来对伊讲啊，迄人生上重要的就是即个道啊，约翰福音第1章所讲的道就是上帝吼，你知圣经安尼对伊解释。所以伫这中间有时啊，上帝通过阮有感动啊，就会当有机会教人来传福音来做见证吼，即摆真见证。有一摆吼，我伫即个政大的门口，对一个学生讲啊，即个上帝话当帮助我，嘛当帮助你啊。伊本来要爬去公车站，伊走来，迄个找我讲，我会当听了你的见证无？甲我约时间，甲伊分享吼。嘛有一遍我问甲一个迄个讲啊，我会当较了解你就为伊祈祷，祈祷了后。伊就开始流目屎，所以后来带伊，继一遍带伊来决志信耶稣。这个阮的会长，即摆的会长吼，甲因太太伫这疫情中间有去病院这个不管北医万方相合咧经上圣经真济这个真济这个护士有机会来得着。伫这中间嘛有伫部队的演讲啦。伫即个无论到各所在即个做国外的经上圣经吼所以若要感谢讲，按教会兄弟姊妹继续
有迄个热情来为阮祈祷，是真诶在为阮祈祷，嘛来参与阮的精上圣经侍奉嘛会当为即个印这圣经来奉献特别阮即马上重的上需要就是讲看有因为阮大部分都60-70岁以上真需要即个50-60岁、40-50岁。看会当有迄个心内有感动的，会当来参与，亲像过去阮教会有7队伫即个基电会，咱会当诚做真好的迄个侍奉，会当诚做真好的联合侍奉啦无论伫阮教会若有婚礼，也是伫即个追思礼拜，拢有机会来敬上圣经。嘛，伫你平常时做工课，也是你的亲情，你想要带你的朋友要来信主，像即个。按个圣雄长老即伊个长老圣雄长老，伊个董事就搁退休了，搁想要找伊，安尼来敬上圣经。愿主呢来祝福即纪念兄弟伫信心内底所做的功夫，伫贴心内底所付的苦伫噩梦内底、主基督内底所存忍耐，上帝祝福安尼教会兄弟大大祝福，多谢。咱即时来奉献。诚济，这是我的报告。伫报告的大声，咱做伙来读经句，读2解。请因为恁对信靠基督耶稣，拢做上帝囝。加拉太书3章26节。因为恁对信靠基督耶稣，拢做上帝囝。加拉太书3章26节。
后礼拜圣工分担领唱圣歌队司礼黄文宏长老、司琴赖韵如执事，献诗圣歌队司宪我本人甲彭兆亮执事，交台彭兆亮执事林崇珍姊妹，音控曹明祥执事周宏邦弟兄，刚过黄文宇神学生。后礼拜早间祈祷会主理赵以诺长老，书会徐家韵执事，题目是站在山顶上。圣经是列王记上19章第1节到15节。后礼拜主理是黄文瑜神学生。圣经甲圣诗，请家己准备。第6面教会消息报告。第1，阮主理基甸会来请安报告。欢迎基甸会谢长安弟兄来请安报告，请兄弟为着基甸会的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第2，圣诞节筹备小组甲礼拜组定伫6月26号下晡1点伫目沙馆要开会。第3，少年团契同工改选名单，会长林崇慧、文书王永仪、会计许伯恩、出纳陈佑兴、公关许承恩、资讯陈可轩。第4项，2022年上半年度的检校通知要定伫7月10号要办理今年1月到6月检校，请各团契财务的同工要做准备。因为疫情的因素，本即届的检校无需要将手头的现金伫咧6月30进前存入去银行。第5，因为疫情有慢慢降低，小会有决议7月开始消毒的排班要停止。感谢一年来兄弟做伙来参与环境的维护。第6，杨天放老师伫咧6月11号蒙主运调，愿主安慰遗族。第7项，新宇执事6月14号顺产即位，男孩，恭喜恩硕弟兄新宇执事，愿主祝福。第8， 7月到12月的礼拜定时，要将平安礼改做电乐，礼拜结束了后，会当伫座位顶密倒，等待电乐结束了后，才搁离开。好，我几项代志补充报告第6项，杨天芳老师蒙主运调，家属已经定伫7月初2拜6的早起10点，伫咱本会举行告别礼拜。要请要参与的兄弟姊妹以及要服侍同工，将即个时间留落来。7月初2拜6的早起10点，伫咱本会举行告别礼拜。再来补充的部分是第8点，礼拜定时的部分，咱即马拢是伫上尾，咱唱平安礼。咱对7月份开始到12月底，咱要改做电乐，就是互咱伫礼拜煞了，咱唱上尾边的诗，以及牧师祝祷了后，咱会当坐伫座位，咱安静来默想、来感谢、来祈求。诚做你个人伫今仔日礼拜整个结束了后，你所领受的、你所要回应的，拢伫你的默祷的内面，安静伫听候上帝的声音。等电乐结束了后，咱再离开咱的座位，
咱再来互相请安。这是补充的报告。搁一项报告是，因为教会冷气设备呢有一寡状况，进前无发现吼，特别咱2楼吼，若昨有检修过吼，是歹真久的时间啦吼，所以即几礼拜天气较热，咱就感觉冷气无够凉吼，咱就一直流汗啦吼。所以总务组这边已经咧备办处理者，所以可能即几礼拜若无法度完成的事，请大家互相体谅，互相体谅，这是补充的报告的部分。咱即礼拜由王要为2个家庭来代祷，第一个家庭是彭彩云兄弟吼，伊的家庭；第二个是陈立祥兄弟吼，要为着因的家庭来代祷是。彭彩云兄弟是因的出入的平安，因的父母身体的勇健，公司的生意顺利，囡仔的学业进步吼，这是伊的代祷的事项。第二个这因全家吼，第二个要为着陈立祥兄弟吼，伊要代祷的事项有2项吼，因为伊原是感谢上帝保守，互因全家拢有平安喜乐，生活、事业、学业拢会当真顺利吼。第二要为着伊的囝儿吼，当搁较亲近主、认捌主、倚靠主，会当有主所陪伴，互因有一个喜乐的婚姻吼。好，咱即时为着这2个家庭，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父上帝，伫你面前，我感谢你，你互彭彩云兄弟以及陈立祥兄弟伊2个家庭，拢伫主你的恩典的保守的内面。互因每一天拢领受到你的祝福，我要为着彩云兄弟伊的代祷，恳求主你听阮的祈祷。感谢你，互因全家出入有平安，保守因父母身体的勇健，看到伊公司的生意会当真顺遂，因的细囝的学业会当有上帝你亲身的看顾。愿主祝福伫即个家庭的内面。为着立祥兄弟伊的代祷，伊先感谢上帝看顾保守因有平安喜乐，互因伫生活顶面一切事，拢伫上帝恩典的道路顶面，看顾伊的囝会当更较亲近主、认捌主、倚靠主，得到主所欢喜的婚姻。愿主亲身看顾这2个家庭，愿将因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主继续赐福恩典伫因的中间，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以上。要介绍新朋友。一位新朋友谢金婷，伊是蔡春的姐妹的堂兄，欢迎。真欢迎。咱来唱煞要变诗圣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因诗煞请科牧师教导。请起立。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恩光免照你，也应慈悲款待你。愿主上帝常常看顾你。小事你平安。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恩望，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之地，对一碟到永世代无煞。阿门。
请坐，坐倒。最后来唱《平安礼》。咱拢真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做上帝行你。咱拢真做一个人。